我真係覺得我做得好好。銀城安，叫你幫避風吹到冧個極端天氣應對方案，點知你份 proposal 得買遮、買水鞋、沙袋、祈禱，居民要住得安心，工地員工又要做得放心，唔係咁兒戲啊嘛？係你2日之內同我交一份新方案，做唔好你就準備調去冰雪封島啊！冰雪封島。係啊，我啱啱去過房協嘅出租屋邨同建築工地拍嘢，見到佢哋風季雨季前嘅準備真係幾周全，唔係求其擺幾個沙袋就算數㗎。你講咩話？房協有防風防雨秘笈？秘笈就冇嘅，但係有一套好完整嘅準備功夫啦。帶我睇下。好啊，帶你去睇下我哋祖堯邨同埋古洞北地盤偷下師咯。咁防風防雨第一步係咩呢？我知啦，買多幾把遮。第一步係唔好靠估啊！房協團隊會按照天文台發佈嘅天氣情況去啟動相應嘅應對程序，有需要嘅時候仲會成立應急小組，負責防風部署、緊急應變、風後檢查同復工安排。咦？呢個係咩嚟㗎？係咪咩黑科技啊？房協有喺轄下多個屋邨試行物聯網技術，而呢個係水浸感應器，可第一時間偵測微量積水，再由水浸警報系統即時通知團隊，配合監察鏡頭核實現場情況，協助同事及早掌握水位異常情況，大幅提升應變效率。事前準備好重要㗎嘛，就例如泥沙啊、垃圾啊、樹葉呢啲都好容易影響去水㗎。所以工作人員會定期去天台、平台、渠口同低洼位置等等嘅地方檢查同清理。風雨季節仲會加強巡查。喂，唔好見到玻璃就亂貼膠紙先得㗎。防風指定動作唔係簽米字嘅膠紙咩？最緊要就係按翻實際情況做好防護。當風位置嘅玻璃門窗亦會按需要加上保護物料，減低強風造成損壞嘅風險。如果有水浸風險，就會按需要提前加設防洪板、沙袋等防禦設施。呢啲沙袋重到咧，真係可以順便連埋我 call 啊！係㗎，所以同事會預先準備好，唔使臨急臨忙先嚟搬。樹啊、斜坡、外牆裝置等等，呢啲都要留意㗎。其中斜坡設有自動化水位監測系統，地下水位信息會即時傳送至數據記錄終端，並上傳至雲端。承建商同事可以隨時監察斜坡水位情況，即時預警山泥傾瀉等重大風險，及時進行跟進、警示同圍封。Perfect， 明白晒，可以交功課。等陣先，措施做得好都要通知居民先㗎。屋邨會透過通告、升降機大堂提示等方式，提醒居民留意惡劣天氣安排。講完居民點樣住得安心，下一站我哋去睇下工人點樣做得放心。喂，嗰度哇！呢度範圍咁大，點樣檢查啊？所以古洞北工地會善用科技，就例如安咗好多部 CCTV 喺工地範圍入邊，影像會即時傳送到工地保安室，同埋24小時都有同事值班嘅保安總部。就算黑雨、紅雨或者打8號波，都會有同事望住，唔使驚冇人知工地嘅情況。另外，部分 CCTV 有 AI 同埋熱能感應嘅功能，可以識別火警同埋煙霧嘅風險。合翻埋個嘴先啦，我哋而家一齊去睇大型機器。天秤咁高，一打風咪好危險咯。所以我哋嘅防協團隊咪會定期檢查呢啲大型機械咯，例如天秤、施工升降機，要檢查螺絲、扶牆裝置、避雷設施等等，以確保安全。另外，每座大樓樓面以及外棚亦有天秤 CCTV 監察，承建商同事亦可以用手機即時睇到天秤情況。但係我睇新聞咧，有時打風有啲天秤係會氹氹轉嘅喎，係咪有啲咩問題 ？No， 每個地盤天秤喺設計上對於抵禦風力都有嚴格嘅要求。打風期間，團隊會解開天秤嘅轉盤鎖，等天秤順住風向轉動，射走風力。
咁即係唔係跳舞啦，係減壓，一切盡在掌握。望完高空，我哋而家望翻落地下。除咗檢查大型機器、節水溝、排水渠同低洼位置都唔可以忽略㗎。有需要時會擺放沙袋同水泵，減低積水對工地安全嘅影響。另外，地庫亦配備咗水浸警報系統，協助團隊掌握場地內外情況及早應對。屋邨要防水浸，工地一樣要排水。聰明！風雨之後都唔可以即刻當冇事㗎，要做風後檢查，確認機器、棚架、排水、電力同現場環境安全，先可以安排復工。風雨前有準備，風雨中有應變，風雨後有檢查。呢句正喎，直接放埋入你份方案入邊啦。銀成安，今次份方案清晰好多，做得唔錯啊！咁我係咪唔使去冰雪封島啦？暫時唔使，不過你可以研究定防寒措施先㗎啦。想留意更多房協嘅資訊，就記得留意房協最新嘅消息。仲有 follow Facebook 同埋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啊！